咁呢個美國嘅獨立紀念日咧，咁我頭先提過咧，就明年就250年啦。咁呢個咧建軍咧就係今年2025年就係50年，因為佢哋係1775年4月就開始建軍咧去抵擋當時英國嘅殖民嘅軍隊啊。咁咧就因為喺當時已經係即係組建一個嘅就係大陸嘅軍。咁後來有13個州咧一齊聯合，咁所以咧佢哋真正即係宣告獨立咧，就係由1775年4月咁即係佢哋而家250年前，咁就開始打啦。咁打到咧6月11號，1776年即係今年係2025年啦。咁2026年咧就係6月11號。咁一個咧就係叫做Benjamin Franklin 咁當呢個就係呢個即係 Franklin 都係呢個叫就係就係點樣譯呢個嘅人物啦咁咧就係草擬呢個嘅就係獨立宣言嘅咁咧，呢個嘅Franklin 咧，去同埋另外有 John Adams 啦呢個好出名嘅另外有一個叫 Thomas Jefferson 就係傑弗遜啦，當係咁嘅譯。呢個傑弗遜咧同埋呢個 Franklin 啦咁咧就係主要人物啦，同埋 John Adams 同埋另外兩個咁呢個叫 Livingstone， 有個叫 Roger Sherman 咁呢幾個人咧就係人多呢5個人咧就俾我想起咧神咧揀選嘅人咧係好少噶，即係每一次咧我想到呢個關鍵精銳嘅分子咧我宣告咧我哋就係啦，大家即係咧望下大家，哇原來即係我哋係精選嘅，即係少數嘅，即係好重要嘅神要託付俾我哋一啲重大嘅即係關乎神嘅國度。咁所以咧喺當中咧，佢哋1776年咧，咁應該就係由6月7號咁咧就去到7月4號，就係呢個嘅就係宣告獨立嘅日子咧。經過就係差唔多1個月嘅時間，即係呢個嘅獨立宣言咧，就去到13個嘅當時嘅州啦，嗰時都被稱為係即係殖民地嘅一個地方13個地方。咁咧就7月4號，經過1個多月嘅差唔多1個月嘅嗰種嘅考量，就佢哋全部簽名，13個州嘅代表簽名，簽呢個名嘅獨立宣言咧，代表住咧英國會視佢哋為即係革命者啦，係叛國者啦，咁係會處死嘅。咁我哋寫上呢個名字咧，我唔記得咗幾多個，好似56個代表，56個代表咁咧就係就係去即係簽名。咁呢個 Thomas Jefferson 咧係主要草擬呢個嘅即係憲法嘅或者個獨立宣言嘅人啦。頭先講主要係 Thomas Jefferson 唔係 Franklin。咁佢哋講嘅嗰個重點咧就係第一就係咧民主自由，民主加上自由。第二咧就係咧講到呢個當時英國嘅皇帝就係喬治三世佢咧破壞咗美國嘅自由。第三個重點咧，呢個嘅獨立宣言就講到咧要宣布獨立啦。咁所以佢哋嘅宣告就係話咧依照咧呢個自然嘅法則即係神俾大自然，即係自然嘅法則，即係唔係大自然，係即係一個係順理成章嘅，係嘛？即係神嘅即係創造世界去俾嘅法則。第二就係神嘅旨意，每一個人都係要喺個平等嘅地位上面。呢個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平等係第一個嘅重點。第二就係造物主賦予俾所有被造嘅人係有不可剝奪嘅權利嘅。我哋係平等嘅，所以
無論係林肯嘅要解放黑奴，或者今日我睇見即係我哋嘅嗰種嘅即係生而平等嘅嗰種嘅權利咧，喺當時嘅頒布裏邊有3個權嘅。第一就係生命權，第二就係自由權，第三個咧就係追求和幸福嘅權利。生命權今日仍然係即係睇翻憲法嘅時候咧，睇翻呢個獨立宣言同埋後來嘅憲法咧，就睇見原來點解要保障即係嗰啲嘅未出生嘅嬰孩可以有權利出生咧？點解要反墮胎咧？就係因為神俾人有生命權呢個自由嘅權利就係言論啦、結社啦、印刷啦、信仰啦，好重要嘅權言論自由好重要。所以睇見最近即係嘅民主黨嘅政權咧佢一路咧打壓嗰個嘅言論自由係嘛？用即係好多監察嘅系統啦即係去辨識咩人係就係反對，譬如係呢個COVID 嗰陣時嘅疫苗即係有人提出異議咧，馬上就俾人甚至係醫療嘅人員嗰啲醫生權威嘅學者研究人員咧，有反對聲音咧，馬上就會咧俾人去抽出嚟咧，係滅聲甚至咧係有啲醫生咧連嗰個嘅資格都被吊銷咗。因為乜嘢嘅當時嘅政府咧，佢後邊嗰個勢力係點樣？今日而家被抽出嚟啦，要被清算啦，係咪啊？咁就係咧會擺上咧喺即係喺呢個嘅國會裏邊咧去再追究點解當時即係有咁樣嘅高壓嘅政策，咁樣嚟去咧即係去保護啲疫苗。原來疫苗咧咁大嘅對人嘅傷害性，點解唔可以咧即係個公平嘅？即係俾人有個言論嘅自由，以至美國呢個嘅即係咁樣嘅一個權勢咧，影響全世界，好多人都打咗啲疫苗。咁呢個嘅對於反墮胎或者係反呢個嘅LGBTQ 嘅人佢哋嘅言論亦都被審查被追究，而聯邦嘅呢個 FBI。即係聯邦調查局啦，又或者呢個嘅，就係 CIA 都變成係呢個中央情報都成為係監控人民嘅機構，即係話政府將司法同埋呢個即係執法嘅系統咧，就係咧要嚟做咗一個嘅係手段一個咧武器化嘅一個呢啲嘅咁樣嘅，本來係為國家為人民服務嘅，結果係。就係咧去監視同埋咧去就係咧去傷害或者係就係咧去剝奪咗人民嘅權利而且係即係無法無天咁樣去即係有好多嘅貪污腐敗，所以美國本來係即係進入到一個深淵裏邊。咁點解要翻到呢個獨立宣言今年係咁重要咧？因為喺呢個獨立宣言裏邊講。要建立一個政府咧，係要被治理者同意而產生嘅。政府嘅建立唔係即係我哋以往話即係一個江山打翻嚟就係嗰個政府就係合法，唔係嘅，係要即係佢哋嗰個嘅宣言就唔係話譬如即係英國嗰啲嘅大不列顛嘅嗰啲嘅即係好強嘅軍隊佢哋咧如果係贏咗一場仗，咁即係話咧，繼續要將當時嗰啲嘅美國嘅人啦咁就要管治佢哋。但係就算有咁樣嘅政府，佢哋嘅宣告就係話咧係唔合法㗎，就打輸咗佢哋繼續嘅用呢個高壓嚟去統治佢哋都唔合法㗎，因為佢哋呢個政府係要被治理嘅人啲人民同意而產生嘅。所以呢個還政於民係好重要。今年嗰個嘅即係國會最後通過嘅大兒美法案即係呢個喺川普政府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即係關乎到係即係呢個邊境嘅繼續嘅執法啦就係驅逐嗰啲
非法入境者啦，即係而家官方都話有超過1200萬，可能係超過2100萬啊，有咁樣嘅估計。咁多非法入境者，即係10年都佢即係驅逐唔晒，係影響幾大。咁裏邊嗰啲嘅即係所有嘅係即係法案裏邊包含嘅有國防啦，有重整一個嘅社會保障啦。因為社會保障裏邊有好多嘅貪腐，有好多嘅即係欺詐，又要處理。咁其他有啲嘅即係好重大嘅改革，咁咧就係關乎整個國家，即係點樣去睇翻大政府同小政府嘅嗰種嘅角力。而家就係話將政府有嘅權歸還俾各州嘅人民，各州嘅政府。咁呢個係好重要嘅還政於民嘅一個整個嘅理念嚟嘅，唔係一個嘅即係一個減稅嘅一個咁樣法案咁簡單，而係一個整個嘅即係關乎美國將來個道德同埋乜嘢係對，乜嘢係錯即係唔係靠政府養嘅，唔係咧係即係自己中意做嘢就做嘢，唔做嘢就政府去。啲民主黨州就係咁政府養你，唔係嘅，係要翻到嗰個咧係責任同埋咧即係對國家嗰種嘅係咧貢獻。咁咧呢種嘅以往嘅即係咧係濫用公帑嘅呢個部分咧係有好大嘅修正。咁即係人咧開始個質素咧唔再喺嗰種嘅怠惰裏邊啦，翻到嗰種嘅積極。點解咧？因為呢個嘅獨立戰爭咧，人人都要翻到嗰個，即係咧係為咗呢種嘅自由、民主同埋咧係即係呢個基督教立國精神嚟擺上。所以佢哋嘅聲明就係話，如果政府咧破壞呢啲嘅目標，就係話咧保護即係生命權、自由權同埋咧追求幸福嘅嗰種嘅權利，即係話咧追求幸福唔係話等政府養，而係話用自己嘅負上嘅責任，好似保羅講係嘛，我哋即係唔好即係做懶惰人啦，要吃自己嘅飯啦，唔好懶惰要咧即係自己盡忠去做要作嘅事啊！每一個國民應該係咁樣。咁如果政府破壞咗呢個嘅追求幸福，追求幸福係我有權去即係咧作我要作嘅事而去得到嗰種嘅幸福。如果政府唔俾人去追求呢個幸福，有好多嘅干預嘅話咧，呢個都係咧即係唔係真係為人民建立嘅政府。所以人民係有權咧去改變同埋廢除呢個政府。點解有擁槍權咧？點解美國要有呢個嘅即係係啦一定嘅嗰個擁槍嘅自由咧？因為人民係可以有權力改變同埋廢除呢個政府嘅。如果政府係收晒啲槍嘅話咧，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建立一個新嘅政府咧，係可以帶嚟有安全啦、有幸福啦，去除所有嘅濫用職權啦，所有咧強取豪奪，全部咧都要咧係即係去取消佢，翻到一個廉潔嘅政府，為人民服務嘅政府，絕對唔會一個專制統治嘅政府。咁所以咧喺整個獨立宣言裏邊咧，人民嘅權係最大嘅，人民有嗰個嘅，甚至係就係有義務咧去取消呢個政府嘅，即係唔係為頭先講嘅3個權即係去為人民服務嘅，就可以取消呢個政府。咁取消政府咧就係要付上咩代價咧？係一個生命嘅代價，你去抵擋佢嘅。一變咗咧，如果人有槍嘅時候咧，就係點啊？要爭戰。咁建立一個新嘅保障。咁呢個嘅獨立宣言咧，咁第二個部分咧就講到呢個喬治3世咧，佢所做嘅好多唔合理嘅事。當時咧佢係唔俾立法機關咧即係有嗰個代表權嘅，
開會嘅地方咧，又距離佢哋嘅檔案嘅地方好遠嘅，咁話疲於奔命，即係你開會嘅地方啲議員又要唔知去好遠嗰度攞啲檔案，特登搞到咧就係咧佢哋唔想有真正嘅議會要解散即係各州嘅議會咁咧就因為立法權係人民嚟去行使噶嘛，又唔俾真正選出嚟嘅人即係行使佢哋嘅即係代表權咁咧就有大批嘅嗰啲武裝嘅部隊咧就進入呢個嘅即係13個州裏邊，咁咧就呢啲嘅武裝部隊咧又係即係常被包庇咧，去甚至係殘害人民嘅。咁咧就有好多僱傭兵，呢僱傭兵咧就係係啦，入到嚟咧又係咧即係被使用咧去去即係去管治美國人，當時嘅美國人。咁咧喺公海裏邊捉咗一啲人咧，又叫佢哋攞起武器咧，又打翻美國人，煽動內亂，又叫啲印第安人咧，即係起嚟咧攻擊當時嘅美國人，因為啲印第安人咧係即係咧係好殘酷嘅，即係當時佢哋係無論婦女同埋孩子都殺嘅，即係某一類嘅印第安人，唔係全部咁亦都咧係見到啲僱傭兵或者嗰啲嘅英國嘅軍隊係焚燒咧嗰啲嘅沿海嘅地區蹂躪當時嘅即係嘅美國人，因為佢哋開始反抗。咁佢哋呢個獨立宣言咧，就係睇見當時嗰種嘅即係呢個皇權，呢個喬治三世咧，佢不斷做咗好多咧傷天害理同埋強取豪奪嘅事，要建立一個專制嘅政權，一個暴政。所以咧就認為咧呢個王咧係不配作自由人民嘅統治者所以咧睇翻就係話魔鬼仇敵要偷竊毀壞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講一個政治嘅權勢咁簡單，係整個魔鬼佢就係要嚟咧焚燒我哋啦，傷害我哋啦，蹂躪我哋啦，有僱傭兵啦，係咪譬如美國睇翻政治上面容許咗咁多嘅非法移民入嚟，又俾福利佢哋，養佢哋，係要剝奪原本喺呢度嘅公民嘅權利，而呢度嘅公民嘅所付出嘅公帑嚟去扶植呢啲其實係僱傭兵嚟嘅，全世界唔同嘅人，即係美國中門大開，邊有咁嘅國家咧？當然裏邊又有傷害美國人啦，又好多毒品嘅流入啦，咁殺害咗好多嘅即係咧係即係吸毒嘅年青人。咁所以呢個嘅今年2025年嘅呢個嘅慶祝呢個嘅獨立日咧，係好有特別嘅意義嘅，係一種扭轉性成全咗咧美國獨立嘅時候咧，完全係要翻到嗰個嘅神俾人嘅呢個即係自由、權利、生而平等呢種嘅即係咧係精神同埋咧道德嘅觀念。咁所以佢哋宣告咧，唔單止要成為獨立嘅國家，我哋彼此都係彼此尊重13個州、13個國家咁嘅意思。我哋都係自由嘅，係獨立嘅國家，後來成為一個聯邦啦，係咪成為一個嘅國家啦，所以彼此尊重。喺呢個嘅即係呢個嘅參議院裏邊咧，即係100個議員裏邊咧，50個州裏邊，無論你大州細州咧，都有2個議員，好大權力噶，係嘛？即係唔會因為你州少，你嘅資源少咁咧就權力少啲。嗰個聯合就話彼此視為平等，唔會話加州你好有錢，你又即係你輕看其他州，唔可以嘅，係平等嘅。中部嘅州即係好少人口又少，但係咧你要尊重佢嘅，你唔可以欺負佢嘅。所以喺國會裏邊就彰顯咗呢種嘅美國嘅精神。所以佢哋宣告咧就取消對英國呢個咧英皇嘅對佢嘅效忠同埋一切嘅義務，因為佢要被取消啦。今日我哋咧睇見咧魔鬼嘅勢力如果入侵咗一個國家，我哋就要認定咗，即係話咧係呢個係敵人嚟噶啦，呢個勢力已經唔係一個人嚟嘅，而人背後
可能有英皇三世啊，英皇喬治三世，佢背後就係一個黑暗嘅勢力，因為佢煽動咗好多嘅人嚟，無論內亂啦、僱傭兵啦，或者擄掠啲人啦、殘害啊，即係好多嘅百姓啦，呢啲都係魔鬼嘅作為。所以咧，佢哋認為咧，佢哋有權即係一個自由同埋一個係獨立嘅國家就有權咧做四樣嘢。第一就係宣戰，第二咧就係即係締結和約，第三就係結盟，第四就係通商。即係話一個自由獨立國家係可以有權做咩？宣戰嘅。嗱，我哋係神國嘅子民係咪啊？我哋可唔可以向仇敵宣戰啊？我哋可唔可以彼此和好啊？即係我哋彼此平等噶嘛？大家唔再打仗啦，和好啊。第三，我哋結盟，與我為即係朋友嘅我哋結盟我哋喺主裏邊我哋有全新嘅身份，教會我哋彼此和好結盟，唔同嘅群體都可以一齊通商，意思就話我哋需要即係得着神嘅供應，咁我哋都要即係通商，即係都要努力工作啦，係咪你做出嘅產品都要努力做出嚟，要賣俾人，係咪啊？咁呢啲都係翻到一個咧聖經嘅原則。咁咧佢哋咧最後嘅宣告就係話咧，為咗支持呢個嘅宣言咧，佢哋堅決咧信賴上帝嘅保護，同埋上帝嘅保護，以佢哋嘅生命、佢哋嘅財產同埋佢哋神聖嘅名譽彼此宣誓。佢哋咧宣告嘅時候咧，以英文我哋講咧係向住嗰個 Supreme Judge of the World。Supreme Judge 呢個其實咧大草寫嘅 Supreme Judge 就係呢個最高法院嘅法官，其實講到神係一個世界嘅嗰個嘅審判官，而人民咧嗰啲良性嘅人民咧嘅 authority， 人民係有 authority 嘅，係有權柄啊。雖然佢哋當時被稱為 colonies 啦，殖民地，但係佢哋宣告已經由 colonies 成為國家。今日嗰個屬靈意義就係話，我哋基督徒唔係話你係邊個宗派邊個教會，我哋係成為一個神嘅國度。唔好喺個教會宗派嗰個層次，好似一個即係，譬如由殖民地成為一個係自由獨立嘅國家。我哋要成為神嘅國度，我哋有 authority 嘅。咁所以咧今日神要我哋向仇敵宣戰，有宣戰嘅權柄，有咧係與人和好、締結和約、結盟嘅權柄，有即係藉住神俾我哋可以工作，得到供應，得到係神嘅供應嘅權柄工作係一個權柄，所以就唔要係大政府養，要人人都努力工作，係整個即係國家嘅嗰個價值觀都改變啦，注重生命啊，你有自由嘅敬拜同埋去信主啊，相信神啊，所以川普有一個嘅 office 咧，有一個嘅辦公室咧，就係要保護基督教嘅，保護宗教信仰嘅因為之前民主黨有好多逼迫，所以全部歸正啊，所以今年嘅呢個獨立日咧係好重要而喺當中即係有一個故事咧，即係都好感動啊！就係咧一個嘅大家知道咧，有幾個嘅基督徒咧係領袖嚟嘅，華盛頓一個係好虔誠嘅基督徒啊。咁另外有一個咧叫做即係Ethan Allen 啊，叫艾倫啦嚇，呢個又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基督徒。另一個咧就叫做Peter 嘅叫做 John Peter Gabriel 好似叫睇下先 Muhlenberg 叫做 Muhlenberg 嘅一個人佢叫 John Peter 就叫做 Peter 啦嚇。咁呢個嘅基督徒咧，亦都係一個牧師嚟嘅。咁佢係喺 Virginia 呢個嘅弗吉尼亞州咧佢係一個咧偏遠地方嘅牧師啊。咁當時咧1775年就開始打啦，係咪啊？成立呢個嘅即係咧大陸軍啦。咁就係去嗰個州咧要招募咧5000個軍隊，
5000個嘅士兵。咁咧嗰個即係召集嚟到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唔知點解佢有一個嘅權柄咧，可以召集軍隊嘅喎嚇。咁咧就係當時咧佢領受咗之後咧，知道咧呢一個嘅爭戰咧係要叫佢咧視死如歸，即係作為一個牧師，佢咧願意咧回應神，即係佢覺得係神嘅呼召。咁佢咧就係即係有一個最後嘅一個講章要講到喺講台上邊要講到。咁佢講到講翻就係傳道書嘅3章8節，即係爭戰有時，和平有時喎。咁你知即係萬物都有定時啦，係咪神向即係每一件事都即係看為美好嘅。咁佢咧就宣告咧，而家就係戰爭嘅時候啦。咁咧佢要行使咧信仰嘅自由同埋公民權嘅自由。個自由好重要，但係我哋中國人咧好少覺得個自由嘅重要，因為原來佢哋嘅根基就係5月花號咧喺即係呢個嘅即係1620年啦。咁咧就係佢哋喺11月21號咧就嚟到麻省嚇。咁即係而家計嚟就405年前啦。咁佢哋喺海上經過10個星期咁咧就嚟到美國。我講過好多次，呢個係內河船嚟嘅。呢條內河船點可以經歷到大西洋嘅風浪咧？因為大神蹟，但係喺裏邊咧，因為好多人病咧，100幾人就死咗一半人。咁上岸嘅時候咧，就喺即係呢個麻省即係而家又叫普利茅斯嘅地方啦。咁咧就係佢哋咧清教徒咧，即係好特別噶。我喺香港咧睇過一本好厚嘅一本書啊，即係佢清教徒嘅信仰嚟嘅。哇！裏邊係好多好屬靈嘅教導嘅，你估唔到啊！原來清教徒咧，佢哋咧即係咧一路學習緊，係要敬畏神同埋信服神嘅。所以咧有咁樣嘅傳承，雖然佢哋咁大嘅苦難嚟到一半人死咗，但係佢嚟到嘅時候咧，正要係11月嘅21號，所以美國嘅感恩節就係嗰日啦。因為第2年嘅同一週年嘅時候，佢就慶祝，即係話咧地裏邊又出產啦。當時印第安人又幫佢哋一齊耕種咁教佢哋咁，所以個感恩之情有咁嘅根基，佢哋清教徒要脫離英國嘅逼迫啊嘛。英國國教當時清教徒想改革呢個嘅當時英國國教應該好多嘅天主教嘅傳承羅馬天主教嗰種嘅即係咧強權同埋想淨化呢個嘅英國國教，因為裏邊好多嘅仲係有嗰種敗壞同埋貪腐嗰種嘅政教嘅合一嗰種嘅，即係神喜悅嘅部分，有啲錯誤嘅教義。咁所以佢哋想改革，但係咧被逼迫佢哋咧就即係穿洋過海，經過大神蹟都係爭戰嚟嘅，係咪都要死咗一半人。所以當佢哋喺即係幾耐之後喺150年差唔多係咪之後，咁咧呢個獨立宣言嘅時候咧，仍然傳承咗呢個嘅係咧5月花號嘅精神，就係話咧呢個自由咧係敬拜神嘅自由係一種咧真係咧去到一種嘅用心靈同誠實嚟敬拜。今日我哋嘅基督徒可唔可以為咗心靈同埋誠實嘅敬拜神而去否定一啲嘅宗教？咁我哋追求嘅係真正嘅喺聖靈裏邊、喺真理裏邊、喺耶穌裏邊嘅自由。所以我哋唔要有好多嘅轄制、好多嘅律法，令到人咧係受一個即係咧喺一個羈絆裏邊，喺一個咧羈綁裏邊。所以好重要，因為即係唔可以，政府係唔可以去干涉宗教嘅。呢個就係當時獨立宣言一個好重要嘅原則。點解要反抗呢個嘅英國當時大不列顛嘅嗰種嘅即係咧統治？因為佢哋係要介入干涉整個人民嘅生活，所以自由係幾咁緊要，唔要嗰種嘅即係強權極權。呢個就係美國嘅精神。點解美國要成為一個自由世界嘅燈塔？如果要翻到呢個精神咧，係好重要。所以有啲嘅國會議員，即係佢哋研究呢個嘅
或者佢哋相信呢個嘅即係呢個獨立宣言同埋憲法，佢咁樣嚟仲有個使命嘅嚟去即係咧喺國會裏邊打仗特別呢個議長Mike Jackson 咁咧就佢好努力作為一個基督徒嘅一個見證。咁咧就係啦。咁呢個嘅牧師咧，佢咧就講完呢篇道之後咧，佢就除咗佢件呢個嘅牧師袍喎，咁佢做咩咧？哇！佢咧原來牧師袍下邊嘅就係一個軍裝嚟嘅，全部已經載好晒，而且佢嘅配劍咧已經喺埋度。咁咧就佢話咧，今日就係咧，而家就係咧戰爭嘅時候啦，和平係即係神定嘅日子。佢要行使佢信仰嘅自由同埋公民權嘅自由嚟行使自由即係咧如果佢而家唔去打仗咧，我哋失去嘅會更加多。咁佢哋呢度咧，即係會眾裏邊咧，其實有好多人聚會裏邊有300人，差唔多300人嚟回應呢個牧師，全部都由即係基督徒變為真正上去打仗嘅戰士，從一個偏遠教會平時好乖咁樣去參加崇拜聚會教會生活，馬上就去作戰咯。因為睇見即係黑暗勢力嗰種嘅強權嗰種毀壞嗰種咧係傷害佢哋要咁樣起嚟咧，去同黑暗勢力爭戰唔係淨係一個英皇嘅喬治3世，係整個就係清教徒嘅信仰點樣去信服神，點樣係唔怕死。佢站喺神俾佢哋嘅位置上面就係即係初初改革清教徒要改革英國國教唔得嘅時候，去到美國繼續要即係秉持住呢個嘅信仰要自由用心靈誠實敬拜，要係即係熟讀聖經。咁所以300個基督徒起嚟就成為當時 Virginia 呢個維吉尼亞州維吉尼亞第8旅啦。其中一個嘅軍旅係好強勁嘅軍旅，係基督徒嘅士兵嚟嘅，牧師帶領。咁呢個嘅牧師呢個 John Peter Gabriel 牧師話咧佢要爭取嘅自由啦，即係同最窮嘅平信徒都同樣咁寶貴，係佢哋嘅責任嚟嘅。即係美國精神就係認為爭取呢個嘅自由咧，呢個自由係最寶貴嘅。如果我哋今日有自由嘅時候，點可能唔去敬拜神啊？點解唔能夠翻到神嘅殿裏邊敬拜啊？呢個係自由嚟嘅，要行使呢個自由，叫魔鬼仇敵，你嘅黑暗勢力全部退去，唔能夠攔咗人。呢個 COVID-19 呢個曾經有嘅呢個疫情，美國嘅呢個當時嘅政府就要攔咗基督徒進入教會裏邊敬拜，以至今日好多基督徒都唔翻教會啦。呢個魔鬼嘅工作，呢個本來係我哋嘅自由啊，所以當時係要打官司，有啲教會打官司要繼續嘅，要即係翻到教會裏邊敬拜，就算被逼迫當然你要打官司咁，因為當時嘅政府係武器化咗一啲嘅，即係一啲即係執法機構會對付呢啲嘅教會。但係教會要起嚟啊，係我哋嘅自由嚟嘅。今日我哋香港教會、中國人嘅教會有冇咁樣嘅認定？原來係咁重要噶，因為我哋冇五月花嘅精神啊，唔明白即係話原來信主咧係要信到要改革，有啲嘢係有嗰種嘅唔係用心靈誠實嚟敬拜神嘅。當時嘅羅馬天主教嘅傳承，或者有嗰種嘅當時英國教會嗰種嘅即係貪戀權位利益嘅貪腐嘅問題，教義嘅。即係不純正嘅問題。今日我哋有冇咁樣嘅吉士啊？有冇咁嘅勇氣啊？原來美國獨立日係要翻到五月花精神，翻到清教徒嘅精神，翻到咧神俾我哋嘅使命，翻到嗰種爭取自由嘅，唔怕係即係咧唔可能發生嘅事，奈何船點能夠經歷咁大嘅風浪，大西洋嘅風浪？神與我同在，死就死吧，我就去了。可能當時好多人祈禱領袖就係要去，神就保守啦。所以佢哋呢一種嘅精神就係咧係啦，即係有時講起呢啲故事即係有一次我去到呢個
Delaware 嚇，一個叫做德拉維省係咪啊？即係嗰個州，德拉維州一個 Delaware River， 呢個係一條好重要嘅，就係咧呢個嘅係華盛頓咧去有一次，即係喺一個好嚴寒嘅冬季，當時係1778年、776年就開始獨立宣言啦。咁咧就去到打咗2年。咁華盛頓係其中一個將領，基督徒嘅將領，佢咧睇見當時唔係話節節嘅得勝喎，係節節敗退喎。佢咧喺呢個 Delaware River 呢條河度咧，聽啲士兵咧營養不良，又病又餓，喺寒冷裏邊咧，因為冇足夠嘅衫啊，好辛苦啊，但係仍然佢哋繼續堅持啊。佢睇見呢啲嘅士兵，即係都係基督徒嚟嘅喎。但係部分基督徒啦，應該咁講，佢話咧係最偉大嘅，佢睇見最偉大嘅愛國嘅情操。愛國到美國嘅精神係要成為愛國者嘅，係要即係擺上自己，即係你去打仗咧，你去保護國家啦。喺最近即係民主黨統治嘅呢12年裏邊，奧巴馬去到拜登呢12年咧，好多嘅嗰啲即係軍隊嘅被敗壞啦，即係因為有 DEI 有嗰啲嘅 LGBTQ 即係裏邊咧搞到即係好多即係變性人喺裏邊同性戀者，咁真係要改革，整個軍隊要改革，愛國嘅情操，嗰種嘅唔怕死嘅精神，就係對神嘅嗰種嘅尊重敬畏行先嘅。所以當時華盛頓嘅嗰個嘅宣告就係咧，愛國嘅品格係好高尚嘅，但係更加高貴嘅係咩嘢咧？係基督徒嘅品格，更加高貴嘅係基督徒嘅品格。咁我哋話首府華盛頓呢個即係美國嘅首府，華盛頓係一個咩人咧？佢話愛國嘅品格係好高貴嘅，但係更加要加上咩咧？係更高貴嘅基督徒嘅品格。呢個係我哋最高嘅榮耀。所以咧喺嗰時1776年打到1781年，其實1775年打啦。如果76年開始計，已經5、6年啦。咁係啦，再打多2年，1783年先至正式，即係英軍都唔係最後投降嘅，最後1783年打咗7年8年咁先至投降所以喺佢哋嗰個接受投降書嘅時候咧，即係當時嗰個嘅裏邊嘅文字點樣寫咧？就係話咧，佢話奉最神聖同埋不可分割嘅三位一體嘅真神嘅名，奉最神聖嘅同埋不可分割嘅三位一體真神嘅名去宣告咁即係接受呢個投降喎。呢個就係美國嘅立國精神係高舉三一神今日我哋去到任何地方都係宣告彩圖，係咪三一神嘅恩膏？點解就要封守帳幕？我哋常常宣告嘅時候咧，成日出嚟咧，哇！原來係咁重要嘅，好多教會都係疏忽咗或者擺低咗。華盛頓講做一個基督徒比做一個愛國者更加重要。做一個基督徒比做一個愛國者更加重要，唔可以披住外表話係基督徒，要做真正嘅基督徒。被差遣嘅時候咧，死就死吧，唔係血氣之爭，係信服神，走上前線，好似今日嘅軍隊保家衛國，為咗保障嘅自由。所以頭先講嗰個 John Peter Gabriel 呢個 Woodlander 呢個人，呢個牧師，咁咧去參戰之後咧，喺 New York 咧喺紐約有個佢嘅朋友牧師咧，就寫信俾佢，就話俾佢聽，你唔應該去打仗嘅，你應該繼續做牧師。佢就話，佢就回信俾我嘅朋友，同佢講，如果唔係我去上前線，點樣去維持
你可以喺教會裏邊，即係仲喺講台裏邊講道咧？有一啲人係要去保護我哋信仰嘅自由噶，你可以繼續喺裏邊講道，但佢係被差遣嘅，係奉差遣嘅。後來咧喺第二年咧，咁紐約就被大不列顛嘅軍隊攻佔咗咯。而呢位嘅即係勸呢個 Peter 牧師唔好去參戰嘅呢個嘅朋友咧，而且好似好嚴厲咁樣勸佢嘅，結果咧就係佢個教會咧都被英軍咧當時咧係即係佔據，同埋咧係有好多侮辱嘅說話、褻瀆嘅說話，而且將佢從講台裏邊拉落嚟。咁呢個牧師咧，呢個紐約嘅牧師就話，其實佢應該一早就參戰。當時就嗰種嘅怯懦仲係好似好有道德咁樣我哋基督徒做牧師唔應該參戰。所以我哋睇見豐收帳幕好多時候咧，都係要大家成為咧祭司嘅國度、聖潔嘅國民、屬神嘅子民，而最終就係咧起嚟做為主當兵嘅人。頭先講嗰個 John Peter Gabriel 咧，同埋另一個人咧，係簽署一個即係一個嘅係後來一個權利法案嘅，同 John Adams 啊，即係兩個人簽署個權利法案，即係呢個牧師係成為呢個嘅權利法案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宣告，就係話政府係唔可以干涉、唔可以介入、干涉同埋阻止宗教嘅活動啊，唔單止基督教，唔單止基督教，所以牧師起嚟，即係呢一種嘅精神咧，係政府係冇權，唔應該介入。點解喺 Covid 嘅時候，政府要介入，唔俾人去參加聚會咧？其實背後都係黑暗嘅勢力，但係幾多教會係起嚟可以咧，知道係要維護呢個嘅自由嘅敬拜嘅。今日我哋嘅豐收帳幕嘅家人都要咧知道呢個自由敬拜係幾咁重要。奉耶穌嘅名咧，我差遣大家要咧起嚟，就站喺你自己嗰個嘅戰士嘅崗位。你係蒙召可以爭戰嘅，你係用盡你嘅力量返到殿裏邊敬拜神。我哋唔會有任何嘅難阻。今日我哋咧喺屬靈爭戰裏邊要得勝就得勝。唔係因為要參加教會聚會，係一個屬靈嘅爭戰，要向仇敵誇勝，要帶更多人返到咧神嘅殿裏邊敬拜神，做一個真正嘅基督徒。當時呢位牧師 John Peter Gabriel 佢起嚟嘅時候，300人跟隨佢。呢種嘅爭戰，如果被擄嘅話，將會被處極刑。當時嘅叛國者、顛覆者所受嘅刑罰係非常之殘酷嘅。英國嘅當時對呢啲叛國者嘅刑罰係好殘忍嘅，唔係死就死罷咁簡單，係死得好辛苦，照樣係咁樣嚟去擺上。呢個就係美國嘅。為維護自由、平等、權利、神俾嘅權利而付出嘅嗰種嘅係犧牲精神。所以我早段日子去咗華盛頓，喺佢哋建軍嘅紀念日。半夜嘅時候，我好大感動要去，即刻就漏夜就去到曼哈頓搭車。講得切喺佢哋建軍日，就喺嗰度嚟去支搭帳幕、宣告、禱告。神叫我要咧係宣告，就係咧以賽亞書即係66章經文，然後再加上即係咧係13章經文。尼希米記13章，
特朗普就係79歲生日，66加13，79張英文要頒布宣告，跟住呢個建軍嘅紀念日之後，跟住就打伊朗。呢個跟住好多爭戰就得勝。好多人攻擊呢個特朗普話去自己想作王等等，其實神要揀選器皿。當拜登喺舊年喺復活節嘅時候宣告呢個係同性，呢個係變性人嘅可見日嘅日子，川普今年嘅復活節就講咗一篇嘅耶穌點解嚟到世界上受苦受死埋葬復活嘅信息。雖然呢個篇講章都係有牧者為佢寫，但佢由佢嘅作為總統嘅口去頒布出嚟，高舉耶穌基督並他嘅十字架，佢嘅復活，佢嚟嘅係拯救人，叫人係認罪悔改，叫人悔改得到永遠嘅生命，得救贖嘅生命，係扭轉性。所以今日我哋咧要知道主流傳媒嘅抹黑，我哋咧要小心去收取任何信息，特別香港即係而家好多嘢都係即係佢哋啲傳媒所講嘅內容，就如美國嘅啲傳媒差唔多。我哋要謹慎去接觸呢啲嘅信息，返到基督徒嗰種嘅立場，真正要了解整件事係點樣。今日咧，將我好想咧，因為我下個禮拜或者遲啲將來再講，就唔喺呢個國慶日，仲喺呢個嘅週末聽日係我哋嘅主日今日係大家嘅主日。咁我哋咧連結聯合喺美國咧繼續咧大家支持我，即係禱告支持我繼續喺度頒布宣告咁我哋有個禱告先。親愛天父，你嘅面前咧，咁係讚美你。今日咧係好長嘅時間，即係咧我家人弟兄姊妹咧，我嘅肢體咧如此嘅忍耐，即係咁樣嚟守候。今日我唔係淨係講一個訊息，而係向美國做一個頒布宣告。我有我嘅香港中央帳幕嘅家人嘅嗰種嘅支持守望。當我仲喺香港嘅時候，就係佢哋舉手要即係咧叫我咧行上呢條我自己都唔係好想行嘅路，但係我知道神係要我嚟到美國，有神嘅差遣，阿子咧都願意嚟去即係信服。雖然呢度嘅爭戰大，但係主啊，我感謝你俾我能夠有所經歷，俾我知道自己嘅不足，自己咧好多嘢做得未夠，但係咧主啊，我好願意繼續嘅宣告咧今日係耶和華所定嘅日子，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我繼續咧要去完成神俾我嘅託付。今日有一個好長嘅信息同埋分享，但係呢個嘅美國嘅立國精神係值得我哋基督徒一同去領受，特別我哋中國人嘅基督徒有時都即係唔喺嗰種嘅即係自細嘅培養嘅嗰種嘅珍惜教導裏邊，見到美國人佢所珍惜嘅，佢哋所擺上嘅，佢哋嘅愛國者嘅心。華盛頓講過，愛國者都唔及做一個真正嘅基督徒，但係一個愛國嘅基督徒係幾咁寶貴。今日我哋有時真係想起我哋從細到大都唔識得點樣愛國，我哋真係冇一個愛國嘅觀念，因為我哋唔知點樣愛。但今日我哋成為基督徒就成為愛神嘅國度嘅基督徒，為神嘅國度我哋願意即係擺上，願意成為有火煉嘅祭司，能夠成為一個火熱嘅熱心愛主嘅人。係基督嘅門徒，係基督嘅精兵，係基督嘅新婦。今日我哋都願意咁樣嚟擺上。今日奉耶穌名宣告咧，我哋已經起嚟啦。神啊，教導我哋華人教會喺美國，即係點樣係即係被復興啦，王權進入我哋當中。今日我哋咧都咁樣嚟去，即係同美國嘅列國嘅弟兄姊妹聯合，為到咧未來，即係我哋繼續喺個彎曲謬悖嘅世代，要做神無瑕疵嘅兒女，將真道表明出嚟。我哋擺上，更加願意效法先賢美國嘅。即係呢個咧，無論由5月花號開始俾我哋嘅
好感動嘅嗰種嘅對神嘅敬畏，同埋熟讀聖經帶嚟嗰種嘅生命改變。記得即係喺清教徒當中，常常有一句説話流傳，就係話有咩嘅事要翻到聖經裏邊，要回到聖經。係啊，主今日我哋都要，例如美國即係回到聖經，即係咧赦免我哋好多美國人嘅罪，佢哋都離開以前嘅信仰，而且好多已經離經叛道，或者成為咧所多瑪俄摩拉咁樣嘅城市嘅轄制裏邊。神啊，求你仍然憐憫啦，要得着嗰啲咧敗壞嘅以東人啊，嗰啲敵擋以色列、敵擋神嘅兒女嘅，你都要憐憫，你都要咧拯救，你都要叫我哋咧喺爭戰裏邊咧去破除仇敵，係魔鬼黑暗嘅勢力，叫好多人都可以回轉。啊！成日感謝讚美你啊，為到你嘅作王掌權在這裏，在每一個城市獻上感恩啊讚美，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嘅名，阿們。